为做到新年的认识客家传统节庆，下面为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特别针对重大年纪的新年呢，规划个帮助人新春，也个客家种节庆的立体书，组成台苗历史和平公园发表。也是长官嘛，也是我们会有长官嘛，会。结合年前变卡公司还有监管有咩小通机关嘅帮助人新春立体书，唔单止景写小朋友嘅周记，是连睇年咪真好看。知道係一本當好嘅繪本，所以在將以圖本聲嘅談，從度方呢搞幾個客家話，還有就係講本人認識你苗栗菜地啲傳統嘅文化就會幫助。客委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不斷同客家文化經典傳落去，針對小朋友特別設計有上立體書，一個視覺、聽覺還有用名嘅去感受，希望小朋友多看書，會適應些地方傳統風俗。那我们在这个设计上呢，有把它设计成有声书，儿童在探索，那儿童也可以用听的，有客语、华语，甚至有英文、日文。我都希望讲，客家后来节庆文化呢，很快的在国内呢更高的知名度，甚至在国际上呢更多人来了解跟接触。幫助人新春立體書係去年文化中心出版嘅特別嘅禮本，由記者繪本了後推出嘅第一本合種節慶書。嗰個文化中心咪會規劃小東西專門列嚟嘅繪本，希望睇細朋友透過神奇又好教嘅文化創意商品，對客家文化有更多嘅認識。客家新聞用字幕由你報道。